号换什么？副歌唱完了再换什么？唱完了再换什么？副歌，那第二次的副歌唱完了之后呢？如果我们唱2遍，然后再回来听。好，来，小朋友，我们在看这里了。好，来，好，大声一点，快点，大声一点哦。有一点点雾，啊，那没声音啊？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片雾是门外的风，是为了你准备的
听哦。来，快点，吃早餐，你也吃完喽。没吃早餐。没吃早餐，我也没有吃耶。我也没有吃。好，我跟你讲，没有吃早餐，声音会比较大声，跟我一样，因为肚子太饿了，然后这个声音会很大声。快点，想要歌曲的来，可以来，这里可以。来，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为什么我在后面？在前面啊。我终于都帮你写好答案了。没关系啊，快点来。找位置。哎，怎么那么多空位？这你写的好，我回来。来，我回来。好，林香的早餐也吃完了哈。我们等一下下去先吃，我们唱2遍呢。唱2遍是什么意思？你不能再来。来，唱2遍，不是1唱2次，2唱，不是哈，来，我们等一下下去唱2遍，1唱完唱什么？5再一次，1唱完之后唱什么？3唱完之后唱什么？2唱完之后唱什么？4唱完唱什么？我说唱2遍，不歌唱完才再回来听。再一次来，唱2遍哦，1唱完之后唱什么？唱完之后，2嘞，5然后嘞，1，然后嘞，5然后嘞，5总共唱2遍，没有啊？来，现在就准备先唱2遍哦，然后要大声一点哦。这个给人家拿麦克风，这里没有。来。你心爱的。
好了，你们每次去楼下的时候都这样。都没礼物，献给世人，我们也要将最好的，献给你，像小天使一样，唱诗赞美你，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喜乐的心，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使用我们的口，开始祷告，奉耶稣的名，然后我们站上去哦，要很开心哦，没有投币，投币那是处罚哦。我们上去没有处罚，我们很快乐，很喜乐。然后投币什么啦，妈妈？投币什么？就是投没有自己尽量投高的。哎，有人更厉害，早就会背谱，不用看谱。好，那我不要看谱，更厉害哦，哈。可以吗？那我们的土吸了，来，我们的土带下去，偷看一下下，然后你就拿得下来。对，你要这个头低低，这样好啊，拿来啊。这个你看，有那么好笑吗？2遍呢，要记得2遍哦，不要自己结束哦。哎呦，楼上这个，我看，还有一遍哦，肚子看了2遍哦。
就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心的爱再一次动起来。来，把你们拉丁人那这个belum ya bahkan ya Allah minta bahkan ada manusia di rumah kita hawi mama ayah maka ayah kurangkan kita tidak kepala ya saya katakan tidak bahkan kepala ya tanggal hal kulicang kami ikut menjadi Christmas tidak pasal kita ada hari orang mendapat像弟兄姐妹，刚刚我说这首诗歌就话，我真的期待就化成我们的祷告，就是真的让我们心中的爱真是活络起来，就是真的是让我们心中的热情活络起来，就让这个人看到那个耶稣基督所拣选的一个神的儿女和百姓，真的愿意在那个希望化成一个种子，好像风就飘扬在各处。当我们编织更多人进到我们的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社区，恐怕是许多人都再一次愿意因为我们的改变，愿意成为一个报福音传行的人，成为一个加冕长的人，再一次一种我们生命的影响都要改变，来进而相信耶稣。我想这就是圣诞节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我们只能说，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就从我开始，我邀请，就从今天开始，我就邀请我的家人、我的弟兄姐妹、我的朋友，一起来营造神的国度。你明白吗？每一次来祷告起来。因为上帝，我们向起来感恩，谢谢你。所以就像这首诗歌一样，就正是我们的祷告。在过去，我们只要我们祷告，我们进行的伤心难过，是因为并没有我们将我们的权利，我们并没有尽心尽力来做，是因为主，我们觉得以为我们信就够了，主，我们只要坐在这里听就够了。恐怕主，你告诉我们这不够，因为通过保罗告诉我们说，报福音传信的人的脚中是何等香美。是吧？我们肯定说保罗说的这句话，我们也愿意说这个加冕脚中的人得主，就是帮助我们，不要受到后面那种的影响，说我们手上有谁像的。如果不传，说我们觉得我们以福音为耻为羞耻，如果我们觉得以耶稣基督为耻，是吧？恐怕我们就不能够说我们就不能够讲耶稣基督了。就是真的帮助我们，也帮助教会每个弟兄姐妹，正在进入带将前这个重要的节日当中，我们真的愿意扬起我心中的渴望，是吧？好像那个风一样飘扬，进入到主我们所希望的自己的面去，是吧？就在这个绽放阳光起来，我们一起来营造了编织神给我们的印象，是吧？以降生为我们弟兄姐妹的印象，让弟兄知道主你就是爱，也是主帮助我们，也赐福弟兄姐妹在每一天，在每一时刻，愿意为这样的事情来摆上的时候，愿意为这样的事情来邀请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主要就亲自来赐福他们。
帮助你有这样的能力来度过这样的一个节气，也是谢谢你，求你赐福带领我们，祷告之后，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这个时候，我们得好把这个的鼓舞啊，把它转入到阴点里的，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感恩，一起奉献。So
有听到。第三步要不